开关。哇，对，他们喜欢落叶堆肥，我们的学生从2008做到现在。那么我们有去做一个调查，全国的国小、国中、高中校园每天产生的落叶，一年送到焚化炉去燃烧，要花新台币5亿的燃料费、石油费。所以从2008我们就开始做落叶堆肥，一年做出来的落叶堆肥可以产生5公吨。送给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甚至给农夫种芭乐的种长啊的，然后每年大概到12月，那就是很热闹的，大家会拿各种容器来把落叶堆肥熟成的装回去。日本的这个高中生跟我们彰化彰中的高中啊，来互相交流啊，互相的推广对环境的保护、对地球的保护哈。那我们彰化市公所这个落叶堆肥啊，已经推行，正式在今年的9月1号会上路啊。咱过去啊，推动这个厨余啊、生厨余的这个回收啊，从52000多吨啊，减少到45000多吨，整整减少了7000多吨的这个厨余啊，对环境、对地球的保护非常有意义。我想青年改变世界啊，从青年教育做起青年可以改变这个地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我们也今天特地跟他们交流，彰化市公所推动这个落叶堆肥的成效咱预定一年会当减少466吨敢若学校的部分一年减少400，等于是种4200丛大树对地球的保护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两国交流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经验交换收起来送到焚化炉，只是会制造空气污染我们把它堆在一起，然后浇一点点水，维持在一定的65% 的湿度就可以让它发酵分解，就会产生非常有用的有机肥将已经要送到焚化炉制造空气污染的一些垃圾、一些落叶，可以透过一个堆肥的工作，形成一个变成黄金不但对环境保护，也可以制造有机肥可以让民众来领回去种球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是。